2026年世界盃特輯，鐘老闆你好。你好，各位聽眾，大家好。今日我哋講下美國足球嘅歷史，相信有好多人都唔知道美國足球嘅威水史。美國足球曾經係有過一段好輝煌嘅一頁㗎。係咩？既然係威水史，咁啊一定要講啊！我洗耳恭聽。1930年第一屆嘅世界盃，美國隊小組賽入邊兩場全勝，3-0擊敗比利時，3-0擊敗巴拉圭。咁美國隊咧就係得到第3名季軍，而第4名嘅殿軍咧就係南斯拉夫。哦，我記得啦，美國隊3-0擊敗巴拉圭呢一場波啊，創造歷史噶，世界盃史上第一個帽子戲法。帽子戲法嘅意思，即係話一場波裏邊同一個球員入咗3粒。當年咧就係美國隊嘅球員帕特，全名就係帕特約德，佢替美國隊創造咗世界盃史上第一個帽子戲法。嚟到1950年巴西嘅世界盃，美國又再創造歷史啊！喺足球史上最大嘅冷門之一，1-0戰勝呢個英格蘭。咁我哋又嚟講下英格蘭嗰啲威水嘢啦。英格蘭咧就被譽為係現代足球嘅發源地，咁佢仲有另外一個名嘅噃，叫做足球老師。係啊，英格蘭波，我哋由細睇到大噶。係英超係好出名嘅，當時喺香港係非常之流行嘅。好啦，咁去到1950年巴西嘅世界盃，美國隊創造歷史，爆冷擊敗咗英格蘭隊。咁呢場比賽咧，後來仲拍成電影啊！電影改編呢係真實歷史嘅事件嚟嘅，講述1950年巴西世界盃有一群美國嘅業餘球員嘅啫，就包括郵差啊、洗碗工啊、木匠啊等等，組成美國國家隊，擊敗當時實力高居世界頂峰嘅英格蘭隊。因為當時咧，美國咧係仲未有職業嘅足球會嘅，所以嗰陣時嗰啲隊咧都係啲業餘嘅愛好者自己自發一隊波咁去打嘅啫。嗱，咁呢部電影咧個中文名咧就叫做《他們的一生之戰》，英文名咧就叫做《The Game of Their Life》。上映時間係2005年，部分海外個地區咧都發行呢個 DVD 嘅。改咗另外一個英文名，叫做 The Miracle Match，做中文咧就係叫做奇蹟比賽。雖然佢係有兩個唔同嘅戲名，一個就係 for 美國本土嘅，另外頭先阿鐘老闆講嗰個名咧就係 for 海外嘅，但係其實都係同一個戲，同一個古仔嚟嘅，都係講關於呢個美國嘅足球史嘅。咁啊，到過咗1950年之後咧，美國嗰個英式足球咧就開始沒落啦。沒落嘅原因咧，就因為嗰時嗰啲人就愛好咗，美國人喜歡睇咗呢個 baseball 啦、basketball 啦，同埋呢個 American football，就唔睇呢嗯，個英式足球啦。我都中意睇㗎部分好似NBA 啊、NFL 啊，都係啱啊。美國嘅籃球係好睇嘅，係唔錯嘅。好，咁我哋今日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同聽眾再講多啲關於世界盃嘅奇聞趣事，好冇？好，好，OK，好，咁我哋又要講拜拜啦。拜拜。